今仔早起，伫咧台北市有一台公车倒弯，煞去弄到一个过路人当场死亡。这个死者也就是桃园病院的出名的年癌医师外科部的主任周家正。在公车所属的咸咸客运出面来回释咧，讲这个60岁司机无落实停车这个活的动作。台北市公运处嘛表示讲，要来甲业者罚9万块。公车伫路口逼我甲车速放慢，驶到斑马线头前，敢若无停落来。行人要走过，当场就弄落去，当场救无回来。客运司机经酒精测试，无酒驾行驶。肇事的60多岁运将伫咸咸客运食头路，10到透早8点外，倒弯爱国西路，挖进总统官邸，刷弄着行人，人就安尼夹入去车底。不幸过身的是卫福部长桃园病院的外科部主任周家正。涉案的姓李的运将服务超过10多年，今年3月退休了后，5月转去食头路。伊初步是讲，我进前有停落来，但是倒弯了后看到人已经袂赴。不过客运的业者回释咧，坦白讲，运将无落实停等的动作。公司上面都依照规定，一路口的监视影像有缓速，但是没有完全停下来，都非常便宜行事，最重可能会被骗的。右转的时候要进行直插确认，那左转的部分要再三确认。接下来我们会依公路法去裁处公车业者9万元。部里桃园病院发声明表示，唔敢相信，也真唔甘，强调伊的医术真好，做人真忠厚。当年投入灵癌的外科领域，对病院来讲是无法度代替的损失，伊家也拢小刷来致哀。周主任一直都是对晚辈倾囊相授，然后完全不藏私。对于周主任的过世，相当遗憾跟难过。台湾多年以来，因为交通的问题，访公时行人地角，即马发生这桩车祸，国内的交通安全搁再引起质疑。这整条路段呢非常的长，它并没有任何的庇护岛，公车司机他并没有停下来，更不用说有没有做直插确认。针对驾驶的交通观念，到国内的车路设计感受无标准的所在，伫即届事故了后，这个议题搁再受到关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